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琉璃。喺今集開始之前，先插播一下上一集嘅內容。上一集海玲發現自己明明冇喺神社許願，但身上卻出現衰老嘅現象。再次返到神社嘅時候，遇到神社嘅主人白蛇那基，戰鬥一觸即發，事不宜遲，正式開始。夜色籠罩，神社前面嘅燈籠散發住詭異嘅光芒。白晝同海玲企喺神社入口面前，白蛇優雅咁企喺樓梯上面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呢個神社淨係接待貴客，閒雜人等請回吧。佢輕輕揮袖，周圍嘅草木迅速蠕動，荊棘如猛獸般水出，直擊兩人。小心啊！白晝迅速將海玲護喺身後，雙眼一沉。只見佢隨手拔劍，斬斷閘內嘅草木。佢嘅劍術迅猛而精準，將每一根閘內嘅藤蔓切成兩段。海玲下意識望一望白晝手中嘅武器。等陣，你竟然用桃木劍？你唔係鬼嚟嘅咩？你唔擔心會唔小心傷到自己啊？吓，有用咪得咯，是但啦。白蛇見到之後，嘴角嘅笑意笑得更深。原來係一位特別嘅客人，不過你都係同我出去啦。佢一講完之後，白蛇攻擊變得更加兇猛，地面裂開，巨大嘅藤蔓喺土入邊捐出嚟，直逼兩人。白晝就用更加快嘅速度反擊，劍光同荊棘不定碰撞，散出火光。都話咗，我討厭麻煩嘅事，更加討厭捲人麻煩，所以都係快啲解決啦。白晝一講完，手中嘅桃木劍劃破空氣，大力揮向草木，劍氣直接將白蛇攔腰斬下。喺嗰一瞬間，成座神社猶如幻覺一樣突然消失。咁樣已經解決咗？白晝並冇回答，似乎喺度諗緊啲乜嘢。到底呢件事係唔係真係有咁簡單啊？多謝你睇到呢度，今次係我第一次用動畫嘅形式去製作故事。如果有咩意見，歡迎喺下面 comment 同我講。如果有興趣知道故事嘅後續，亦都可以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咁樣係我創作嘅原動力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